目前政府正在推动双语教育，好也歹拢有引起讨论。即马就有一份台湾母语教育民意调查，其中有问民众讲，即马母语教育对民众的看法，嘛有针对外来语和母语敢会互相影响进行调查。调查结果是显示，有70%的民众认为即马咱国内母语正在消失，而且嘛，敢若3%的民众认为学校在推动母语教育的效果袂歹。人拢讲学语言上好对细汉开始，毋过考试因带教学，摕英语甲母语两种来比，随往社会上真侪人烦恼母语的消失去。毋过实际上，注重英语的比例是侪过母语。英文优先度绝对大于台语，应该大部分的家长应该都会这样想吧。现在他们上班会以英语为重了，学校教的他可能还是用不上，他们考试方面。黄坤辉教授教育基金会顶日发表一份台湾母语教育民意调查，目前政府正在推动双语教育。调查嘛显示，大约有3%的民众烦恼台湾母语会因为外来语言的影响，愈来愈无受到重视。不过有6%搁较侪民众袂烦恼，感觉无啥要紧。就是学英文跟学台语，其实可以一起并行这样，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们可以。就是他们自己会知道要讲什么语言，毕竟整个大环境应该是跟老一辈我们自己的长辈还是讲台语比较多。那这英语的话，是额外学的感觉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。当然，学校有空堂有时间的话，还是可以多推广我们自己的母语。面对这份报告，有学者认为双语政策会当打破国家独尊华语，不过也烦恼政府的资源有限，会去压缩掉台湾本土语言的资源。也当打破台湾社会目前这种华语单语化、华语一贯的这个独尊的现象。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，所以若是当出这资源落去杀这个双语教，特别是杀英语的时阵，当然本土语言的资源就会变少。学者认为，台湾是一个多元语言的社会，望政府未来会当搁较重视各种母语，投入愈来愈侪资源。也那这份调查报告也显示，约70%的民众认为台湾无共族群的母语拢当咧消失。其中，针对目前学校推动母语教育的成效，嘛敢若3%的民众认为效果袂歹，这个数字拢真值得政府重视。记者刘新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